真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赶快是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这个月初来咱台湾访问，引起中国伫咱台湾4周围军演，台海局势紧张。无咧惊中国，美国下党派参众议员佮组团来咱台湾访问，昨暗到位，嘛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因会访问2天。这次的访团，它是筹组横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两党，成员都来自于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税计委员会等非常重要的委员会。在中国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的时候，美国国会再度的筹组重量级的国会参议员跟众议员的访团来台湾，这彰显了美方无畏中国威吓、恐吓我方的友我情谊，并且同时彰显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一台美军的行政专机伫昨暗7点多飞到咱台北的松山机场，由咱外交部司长伫机场接机。这届来咱台湾访问的是5位美国的参众议员，访问团伫今仔日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嘛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办到，请因食饭，嘛拜会立法院，讨论台美关系甲区域安全这议题。虽然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2万多例本土病例，阁有22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咱国内疫情共款一直平原期，变化无啥大，嘛是算稳定。毋过因为 BA.5 的病毒搁较高化，所以个人的防疫措施、卫生嘛袂使放零。就算已经感染过活着的人，嘛有可能会搁活着。国内本土新冠疫情14个增加20802例，22例死亡，也增加1个囡仔重症。40岁囡仔本身无慢性病史，捌伫6月初2做1剂疫苗，6月初8快筛阳性，8月初1出现发烧、腹肚痛，全身红疹、伤眼结膜炎，8月初2到急诊就医诊断免死个案，经过治疗已经出院。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约250例，减少1.2%。较上周日少约970例，减少4.5%。指挥中心表示，虽然顶礼拜疫情提悬0.9%，不过变化并无大，整体疫情依然伫平原期，只是最近 BA.5 病毒搁起来。那 BA.5 病例拄伫社区占比有3到5成，疫情可能有明显提悬。有估8月中以后就开始升温，9月底可能有高峰。有个人医生提醒，为国外研究员看到，面对新的病毒株，确诊者食抗病毒药物好了后，依然可能反弹复阳。感染之后，其实有一部分的机会会复阳比较多是其实病毒浓度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你突然又病毒浓度再高起来，变得你也是一个传染力，可是你完全无症状。不过这个情况都比较像是在1个月之内，然后如果超过1个月以上，可能还是要考虑有 reinfection 再感染的因素啊。过2礼拜外就要开学，为避免新冠病毒进入校园，台北市教育局宣布，8月23日要伫怀生国中加开12到18岁青少年集中疫苗注射站。提供第1、第2、甲第3期的 BNT， 愿意做的台北市各高中生，应伫8月15中到12点开始上网络预约。记者综合报道。同在关心天气，未来1礼拜各地拢是高温上热好天的天气。伫中南部雨水有较高淡薄啊，若过到伫西半部各地山区嘛会细致西北风。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甲明仔载，因为受东南边的水汽影响，东南部恒春有局部短暂阵雨，过到落雨范围阁会变较大。中南部大台北甲山区拢有机会会落雷公雨。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伫32度至35度。气象局嘛有针对台北、新北、宜兰、花莲、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高温是有机会升悬到36度。若拜3到拜5，西半部落雨的机会会增加，尤其中南部雨水有较高，拜6水汽才会减少。若各地才会恢复好天、烧热的天气。开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对台军演，佮用经济手段禁止咱的农渔产品、糖仔饼一寡食品进口。咱台湾企业烦恼会影响恶化，遭受清单、关税优惠，所以中华机械联合会8月26要举行，到时咱台湾相关的企业甲协会嘛向中国表达争取恶化无受影响。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器官中心的统计，去年签同意捐器官的注记的人数，比疫情还未发生之前减48%。2020年到2021年2年就减3万多人。来看联合报。
会将影响经济，严格半导体产业也是欠价掠袂调，人才需求直直增加。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第一季半导体人才需求平均逐个月要应征35000人，年增率达4成。啊，那南部半导体公司平均一个月薪水已经是5万块起跳。今年咱国内的旅游补助方案自本是规划讲会对7月15实施到12月15，验过呢嘛是有讲准讲经费提早用了啊，就会提早结束。即马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对补助方案实施到呾，拄过一个月尔。伫自由行大饭店这部分的补助已经85成出去啊！啊，那这部分的补助有可能到9月中名额就甜就用完啊。婚礼的游乐园透早就客甲10桶桶，大概是欢喜甲，安尼出油条也对咧带动边的度假饭店的业绩。我们目前的住房率的话，大概是来到8成左右，之前到现在大概成长2-3成。交通部向行政争取55亿预算用伫各路进行，7月15推出到即马将近1个月。根据观光局统计，到8月12，其中自由行旅客大部分已经补助房间数差不多是81.5万间。使用补助金额差不多11.49亿，观光旅游业入园优惠部分有643186间厝使用入园的优惠，申请金额是15700多万。以目前使用效率来算，大概补助部分差不多9月中应该有算对用完。1300是不无小补，可是真的用不到，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上课的。现在物价很高，出去随便买个东西可能就100-200块起跳了，对。所以说1300还是可能补助一点点。他可能是本来没有想旅行，但因为国旅的补助而去旅行。那第二个是本来可能只打算玩2天，他可能因为国旅的补助，他愿意多玩几天。所以多多少少对于台湾目前的旅行业来讲，的确是不无小补。学者表示，国内观光产业会是国内旅客加境外观光客，虽然国旅补助受民众闹侪响应，不过这种做法只是短期救急。长期来看，旅游业者也是思考如何提供更加好的品质。政府也应该思考加紧下步开国门，才会让观光前景慢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呾，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1092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已经超过488万例，日本超过15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4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埃及开罗一间教堂在做弥撒的时，那亲像是电线烧拍电引起大火。证人在逃命的时，佫发生人打人的意外，所以有造成上无41个人死亡，那内底有15个是囡仔人。这台轿车互大火烧甲爆炸，规个凹咕咕。教堂门口的楼梯为压甲规涂骹，内面烧甲规个拢乌臭焦。当时内面的人一定真惊。لو صورت عربية ابونا عبد المسيح لحد الوقت 60 وفي اطفال ما عرفوش يوصلوا لها。14早起9点左右，伫咧吉萨县尼罗河西边，大部分拢是罗岗阶级的188区阿布什芬教堂突然间发生大火，迄当阵有大约5000人伫咧参加弥撒，当局派15台消防车去拍火。有人讲火甲教堂的出入口挡掉的，大家惊吓吞下，死者真侪是囡仔。تحت الدور اللي تحت في حضانه اطفال وفي فوق حضانه اطفال بدانا نشوف من بره ان الموضوع بيكبر والدخان بيزيد وناس عايزه تنط من فوق。警方讲初步调查怀疑是电线烧拍电，内政部讲因发现火是自2楼一台冷气机开始烧。الكهرباء كان قطع وهو كان شغال وبعد كده غالبا الكهرباء جت ابونا مش هتريح وناس كتير طبعا تريحوا。埃及卫生部讲，这是最近这几年来伤亡上严重的火警之一。路透社报道，埃及一个消防法规也个安检方面执行无够力。去年3月，开罗附近一间做衫的工厂就发生大火，造成20个人死亡，24人受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来认捌一个勇敢的女性，这是今年77岁的萨米拉。
伊是中东国家伊拉克南部头一个女性的摄影师。超过1家子的时间，伊拢用镜头在记录伊拉克人民的生活。而且伊嘛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反对当权者不当作为，所以嘛捌互掠去关。穿黑色的长袍，伫翕相馆头前这个花园，调好翕相机，摕一对白仔镜翕纪念相片。今年77岁萨米拉是伊拉克南部第一位女性摄影师，伊伫咧米桑县阿马拉市的萨米拉翕相馆。民众自生活相片到结婚相片，拢会去找去翕。لا يكاد بيت في مركز وأقضية محافظة ميسان لا يعرف سميرة المصورة. هسه اللي يعرفها جيلنا ممكن أن أخذ أو التقط صورة داخل استوديو سميرة المصورة، والجيل اللي قبلنا。大家对伊的信任是萨米拉用60年的岁月累积起来。因兜几落代拢伫咧替人翕相，伊也真早就对翕相有兴趣。不过伊的老爸认为，迄当阵的社会风气依然对女性真保守，所以愿意教伊。尾也是伊16岁迄年，伊的老爸手术失败，目睭看无，就甲翕相馆交互伊。因为男性家长较爱由查某的摄影师替因的牵手查某囝翕相，所以生意袂歹。伊的镜头记录伊拉克人民一家子的生活，像伊拉克妇女甲牛车顶的囡仔，穿传统大袍的女性牵送茶会马，一个卡哇子嘛，穿西洋服装的男女伫咧路开讲。من الفلاحين للمثقفين للناس الماداركين صورت العمارة بجمالها الطبيعي والأهوار، لأن صورت واقع حال مو واقع يعني خيالي。萨米拉除了翕相，同时也是社会不公的坚定反对者。1963年，阿里夫将军主导伊拉克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将迄当阵的总理卡塞姆处死。萨米拉就印真侪海报，搭伫阿马拉市的路的。结果迄当阵只17岁萨米拉被掠去判5年，翕相机被没收，伫巴格达的监狱抑阁被刑求。مضيت بالسجن ما يقارب ال4 سنين بس انتهيت. تجي امي من تجي مواجهه السجينات يطلعوني الها ببطانيه هيك شايليني لان نزف مو طبيعي انفجرت القرحه بمعدتي。1981年，萨米拉因为反对海山政权，阁被掠去关。10年了，海山下令10万大军对边海国家科威特发动进攻。才3点钟，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小国家首都就被提去。尾啊，美国就随出兵科威特，发生第一遍破坏战争。萨米拉伫咧阿马拉撤回示威，反对海山入侵。第3遍互人掠去关。伫监狱内面，伊也熟悉真侪女性主义者，大家做阵翕相。一家1年过去啊，萨米拉伊的翕相机也未放来，伊心内革命的火也抑阁伫咧倒。2019年，伊拉克少年人对政府腐败、高失业率抑阁薪水低不满，发动伊拉克起义。到即嘛依然有大细示威，萨米拉就鼓励抗议者，甲因的运动转变成做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才有法度彻底甲腐败挽掉。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再镜头来第二伫南太平洋的福华岛，日本一年有16万人次的观光客，不过受疫情影响，这2当时观光客拢无半人。当地原住民嘛回去英国生活，家己种田，无就是讨海，才互相交换物件度日，过简单的日子。所以污染本色拢减真济。2当的时间嘛，互当地人即马开始咧思考讲，刷落来开放观光的时，伊嘛要注重生态甲文化之间的平衡。这位原住民的妇女去菜园看伊种的白莲仔菜、甜菜这款农作物，是毋是浪漫啊？三歌声行起来，向开车经过的村民拍招呼，看起来就是正普通的拉丁美洲农村。不过对无偌远的海边啊，一寡摩爱照相，就让知影这是世界有名的观光地点福华岛。伫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东边的福华岛，主权属于智利。伫新冠病毒已经发生进前，这个人口只敢若8000人左右的岛，每年爱接待差不多16万人次的外来游客。观光产业正兴，民众大家拢趁甲正饱，不过基本的生活需求拢爱靠3500公里外的智利。疫情期间，福华岛甲全世界其他热门观光景点同款，拢无接受外来游客，所以居民的主要收入也拢无去。所以居民只好过着甲因老祖先同款的日子，用农渔业来解决民生问题，教育也变做摕厝内物件甲别人换。Entonces dijimos, hay que buscar forma local de solucionar nuestro problema de recursos.
y nos pusimos a trabajar en eso y logramos sacar en adelante la autosustentabilidad de Rapa Nui. 除了爱解决民生的问题，户外岛顶头这个摩爱石像，也个伊所代表的文化上的意义，也拄到真侪挑战。虽然是正顶的石头，不过依然会受到风化甲观光客破坏。负责文史工作的专家讲，疫情虽然影响经济，不过也是保存文化遗产的机会。Medioambiental y humano se había perdido un poco, había una desconexión. Entonces, gracias a la pandemia, nosotros paramos un poco esta máquina. 这马班机是一礼拜2班，甲以前一天2班是袂比的。到时游客若变多，航班也会增加。岛上的居民全都是希望，莫阁亲像以前同款，每年来差不多岛上人口20倍游客，而且兼顾着观光产业、文化甲生态维护之间一个大家拢会当接受的平衡点。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中国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国野关，顶一日宣布封城，造成几若万的旅客、游客留点当地。海南官方有会实的承认清零失败。西班牙北部礼拜阁发生火烧山，有出动300外的消防人员去拍火，大面积的土地火火烧去，铁离几若百人。来关心北韩的官方媒体有报讲，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北韩的解放日有发电报给金正恩，讲要扩大两边的关系。镜头搁倒来咱国来关心一生为咱台湾的民主自由奉献的彭明敏，伫今年4月7日过身。为着感念伊的付出，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参加彭明敏百岁纪念礼拜。蔡总统嘛伫现场有颁保养令。嘛讲希望彭明敏的精神会当定根伫咱台湾。颁证褒扬令，感念彭明敏教授，则是彭明敏教授百岁纪念礼拜时，总统蔡英文颁证保养令，在场阁有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等等。蔡英文嘛伫现场致辞，感念彭明敏伫无稳定的时代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虽然经过化刑坐家。甚至在海外度过真久的时间，但是伊对头到尾，依然坚持自由的价值，无放弃过。彭明敏原底互蒋介石派做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不过因为发表一篇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讲到反攻大陆无可能，而且这令新宪法，互当时的政府判刑。落尾虽然得到特赦，不过受到监控，伊后来伫朋友的帮衬之下，逃亡海外20多冬。咱台湾人任何观点看起来，应该。有独立的管理。蔡英文讲，台湾会用彭明敏的经验抵抗来自中国的压迫。过去这段时间，台湾嘛面对中国的威胁，咱阁想起陈教授的提醒，民主自由是台湾上大的资产。伫彭明敏遗像的布旁顶，蔡英文落款签名，搁一摆感念彭明敏的付出，表示会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嘛希望彭明敏的精神会使定根伫台湾。台湾人这个民主，还没有完全民主，这个民主的一直改革。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再来关心选战，顶一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讲要改善内湖的交通，带动话题。即马其他参选人嘛有用这个议题来对写。当地内湖这个所在里长就讲，陈时中咧讲这个政见的时，拢无大声来找地方参详。陈时中是硬讲要批评爱有脑筋，互人认为是咧骂这个里长无头壳。陈时中是有出来背回讲，伊并无骂这个里长的意思。我今天是被里面选出来，一票一票的选出来。你骂我无脑，那难道你是脑水肿吗？
内湖港区里里长批评连夜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无甲地方讨论提出内湖交通政策是偌久吧？陈市长帅气地活动讲，批评爱有脑筋甲专业，也避解都是咧会抢里长。就算竞选办公室报名紧急澄清是假消息，唔通阁短团。蒋万安议员口水正大官非。我觉得真的是好大的官威哦，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完全不把选民的意见放在眼里。我们接受批评，我绝对没有骂他所谓的无脑这个字眼，好，请大家也不要误会。陈市长严正否认，也进一步指出，候选人也有政策辩论，无需要抹黑。针对蒋万安主张优化乡巴公车路网，爱互民众用上网络侮辱公车费甲办厝等证件引起讨论。陈市长表示，政策毋是真明确，但清楚才评断。黄珊珊是回应，提出政策爱负责任，爱有用执行的方式。乡巴本来就有交流平台。政策还是要负责任啊，还是要可以执行的方式。那一般的干线公车频率、跟班次、跟搭乘的人数本来就很多，其实是可能很难做到所谓的预约啦。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捷运也要预约。黄珊珊也强调，承载率较低所在，或者是山区，台北市其实早就跳花公车提供民众有用，是执行面早就存在。面对首都选战，各方拢伫交通议题继续交锋。记者综合报道。那年底选战，每一党拢有家己的问题爱面对，爱受到挑战。亲像论文的风波，即马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已经宣布退选，随改换郑文彬来替。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强调，毋望桃园的选情会当转去到市政的焦点。若抄论文的风波，即马嘛烧到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嘛互指控讲伊抄论文。若国民党这边是因为副主席夏立言坚持要去中国访问，引起各界批评。不过党主席朱立伦无顾批评，继续收听，嘛认为即马去中国访问对台湾有利。林志坚的论文的风波一直拖，就惊冲击选情，民进党赶紧来换将指挥。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议员一直打这听的所在。郭文铁认为这是历史的共业，高等教育应该检讨。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强调，桃园队的政变已经完成啊，希望再转来到市政的焦点。那个也是历史共业的啊！再讲一遍，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也不是一个人。责任最大的还是老师。我们希望1个多月来的抹黑大戏可以落幕。我认为桃园队很有韧性，我们的整编完成、变换完成，我们会以工代守，提出各种新的议题。论文抄袭的事件，火也烧到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身上。身兼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铁讲，有争议就直接送审。李德明在经科大是发言员表示，会依照规定启动相关审理作业。另外，国民党这部分是最近下列副主席夏立言的访问中国争议，党主席朱立伦发声来支持，认为出访是对台湾有利的。我们都希望两岸能够和平，我们更希望台湾能够更好。我也不希望任何台湾的中小企业、台湾的农业受到损害。强军军演敏感的时阵，夏立言访问中国，就连家己的人也无啥赞成。拢讲这时机唔对，对此朱立伦坦白讲，无去真简单，去会红嘛，不过对台湾有利，而且对人民也有利，爱坚持做对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的自强一路昨昏路面是熊崩塌凹凹，边仔透天厝因为地基无在，规栋全起去。工务局即马是认为讲，因为边仔有咧起新厝，施工做无好势，才会影响规区的地基。目前警方已经赶紧封路，嘛有疏散7户20个人。南马家路拢是必须落落去，上瓦建安的这栋，歪车角度上明显。出租公礼拜在40点就发现这个情形了。下来看看要怎样，就下来就开始这边陷下去，那边裂掉，那边破掉，这边凸上来，这边这样就是站在那边非常的危险，我们要撤离就对了啦，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进去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拿就出来了。店头门口地砖也碰鼓起来，边个巷仔内底也拢安尼，民众发现厝内底的壁拢别开也渗水，楼梯也必损，胎路拢落落来。迄楼梯啊，要开啊！这水倒出来啊！厝外这个淡马家路是拢落落去，市府工务局初步研判是边仔这个新建案施工时阵，钢板的挡土壁配合度不足，
造成水甲沙拢湿出来。所有都先去安置，那安置完之后再来，我们要赶快将基地做稳定的动作。那基地稳定好之后呢，快速做改善。那改善完之后再来做整个路面的修复，那时候我们完全都会负责。现场无另外伤亡，干部局先发建伤9万块，并且下令停工。建商讲当时伫乌地下室，原定乌到10公尺半，也毋过乌到10公尺时就出现别个情形。伊讲事先有伫个徛街边仔做3层防火预防，毋过也是放乱。后续负起所有的责任，无论是修理电器，也是甲徛街买来拢愿意。杨国民众讲，今年3月已经拉入去1摆呀，计不过半年过来1摆，就算厝修理好，也毋敢搁大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灵应的产量有较少，所以价销袂歹，价销较贵。目前伫菜市啊，一斤要8外块。灵应产地之一台中雾峰，即阵有出现贼仔去偷挽，警方嘛已经启动专案，要抓灵应贼。民众骑脚踏车看头看尾，经过灵应树了后，搁特别落车偷挽，过程全部互监视器翕落来。台中雾峰东林山区偷挽灵应的代志真多。农民直接伫产业道路挂警语要阻止，毋过效果有限，实在真无奈。花尔都随走啊！阮面顶看约来人乌倒起来就走啊！真接啦，这几摆遮人迄个足接的啦，拢定嘛安尼来甲你挽的真接啦。你要挽，你甲我讲吼，你要食，也是你意思，甲我讲，啊无你100块卖我嘛互你，对无？当地里长吕玉山表示，今年受天气甲草菇的影响，灵应产量减少，最近价小，称价1斤30块是以前的1倍，可能安尼就互人偷挽。以前摇贼仔，互人抓到送去警察局法办的案例。头前嘛政府啊，尾啊咱警界即嘛警方嘛是相当有迄条做耐力甲耐心去追踪啦，尾啊嘛抓到尾啊罚1万外块，啊你看1万外块能见，你甲挽10斤的能见。1万块，你花1斤偌济个？本分局雾峰区各派出所启动护农专案，与当地守望相助队、农民合作联防，共同守护辛劳耕作的果实。台中警方宣布8月启动护农专案，要甲地方的消防相助队合作，消防联防报名时阵也加强巡逻，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去偷挽，啊若互人撞到，会食刑责留前科。小摊对2家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6国的手风国小结合本土语言甲艺术这主题，伫校热时有举办课程，包括用台语甲学生囡仔煮食做料理，用叶仔来做设计图来装塔牌啊，然后学生囡仔来小解用台语来小解家己的作品，带乡亲咱同齐来看。听讲手风国小你捌学你落脚，咦，迄是啥？讲互你捌喙手好拍甲。学生用台语甲因学习的成果展现出来。这是南投6国乡手风国小伫校热举办夏日乐会课程。伫课程内底结合本土语言，老师专程用台语带学生做各种的活动。学生真认真对老师的指示，甲恁果片一块一块摆好好势，放起来摕落烘。也佮有甲叶仔扳倒转来，用蝶古巴特的机卡设计出水佮有创意的图样，转印去伫盘子顶。可以学到烹饪的东西，学到一些手做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我喜欢这次的夏日热血，因为可以做很多自己做的事物，比如就可以做蝶古巴特，还可以种植植物，让我学到很多有趣的事情。这丰富佮多元的主题，或者囡仔哪探索哪学习，伊嘛真期待会当甲家己亲身做出来的作品，再转去甲厝里的人分享。今日我要做其他，一朵花我要当好心坏阿爸。在本土语言的导引之下，我们实施了手工饼干的制作，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手做的美劳、蝶古帕特等等。我们希望让孩子在寒暑假期间也能够增加他本土语言使用的能力。手风国小举办这个实际操作的课程，让学生囡仔体验无同领域学习的趣味，用深色的主题来带动讲母语的习惯，让学生在校热期间来培养无同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咧南投仁爱乡的地理环境是真适合种咖啡豆，技术嘛一直咧提升。乡公所伫今年就头一摆举办煮咖啡的比赛，提供予当地咖啡农会当观摩学习的机会，嘛予各地会当认捌仁爱乡咖啡豆的特色。磨好咖啡豆，烧水温温甲呛落去。来自各地的参赛者真专心咧煮咖啡。这个比赛是南投仁爱乡的公所举办的。邀请21位无同县市的咖啡专业人士和仁爱乡的咖啡农做伙比赛，互相交流技术。如果借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冲煮咖啡的一个评鉴，我们乡内的乡民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技术，这样的话才能够跳脱过去所谓的只有一级产业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每一次的经验也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在我整个学习的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煮咖啡也是一项需要累积经验知识的技术，温度的控制、咖啡的重量、产地的选择，甚至是水呛落去的方向、日头，拢会影响一杯咖啡所呈现的滋味。因为农民其实一般是很少能够接触到技术的部分啊，对啊，那公所就是把技术带进来，那所有农民他们就知道现在外界到底资讯跟程度到哪个地方。透过这比赛，其实也是推广咱香港高山咖啡产业。仁爱乡最近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种咖啡的产业，公所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仁爱乡的咖啡农会当学习无同的能力，也通顺速推广在地的咖啡豆。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的当时月里社区为着要互大较偏远的时段有人顾。有人照顾，有设食堂，互时段来遮食饭，而且伫遮佫有教时段用姜黄来捏卵。过程中时段会当动手，嘛会当动头壳，减慢老化速度。将芳料草放伫卵顶悬，用布包起来，佮等落姜黄水内底煮。这是云林当时的月白社区。社区协会安排当清食堂，互时段动手用姜黄捏卵，做出来卵好看佮好食，大家感觉真心实。大家感觉真快乐，捏起来嘛真水，所以这个姜黄食了对身体嘛真好啦。真感谢老师，安尼遮辛苦来教阮捏卵啦。姜黄唔能当用来捏熟，食落卖抗发炎、预防湿地。社区协会特别透过这个活动，互时段家己动手佮激头脑。减慢老化速度，让这些长辈们来用视觉，然后以及他们的手自己来包这个蛋，再加上说姜黄，它又是抗发炎的，然后又预防失智的一个，算是很好的一个保健食材。都80、90岁了，又刚好说我们马埔聚落这边有志工，他就提供他们自己家里的场域，然后来让我们设立一个食堂，那就可以也让我们这些比较偏远的长辈也可以获得比较妥善的照顾。因为社区占地阔，竞争时段拢爱走真远才通参加活动。不过即马社区协会就志工到定10日地点，互时段通伫徛街附近做伙食饭、上课，甲厝边联络感情的同时，也会当得到上完善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台南，台南有一间经营8档做茶汤的老店，这嘛是当地一间坚持用手工做茶汤的店。目前已经传到第3代啊，是2兄弟啊在欢，这2兄弟啊共心，毋望会当把这项手工艺继续传落去。看两个师傅徛伫下嘟嘟的店内做工课，这是台南一间有100年历史的茶汤店。交大传到王开宏、王炳文这对兄弟的手里，已经是第3代啊。因坚持用台湾的竹仔、檜榔起做人绳，做出来的物件有自然的清芳。炊粿啦，炊包仔馒头啊，炊肉丸啦，人绳炊起来甲轻囡仔炊起来的口味还无啥共款。人绳第一伊会保温，第二点无像轻囡仔较有滴水啊，所以。人绳有特定的人咧用。要做一绳人绳实在无简单，要先用插片箍做一个圆箍仔，摕铁箍固定，然后伫圆箍仔内底搁塞一沿插片，落尾才甲竹仔破做薄薄一片一片，变做人绳的底。头家讲，这一步一步做起来是真无聊，就要有耐心才会堪入。做阮即种哦，得要有耐心啦。你有当时你嘛是会去用刀啊，还是？竹啊，也是茶刮着、搓着安尼啊。上要紧的就是吼，像这种的天气吼，阮是拢无咧吹冷气啊。
打吹电风尔，所以有的少年啊，伊无爱学啦。豆豆啊，可能愈来会愈没落，愈来愈没落了。一直做甲咱袂做，就是退休安尼啊。头家佫讲，因兄弟仔做的人参注重耐用天然，选上好的材料，用上顶真的功夫，所以人客拢知影因的用心。每足客户拢已经交管真侪档啊，兄弟仔两人嘛希望一直做落去，继续传承这项老工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新外消息来关心，劳动部按算伫9月初一，打算要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年会甲经济成长，抑个国内物价起，拢总考虑参入。劳工团体是表示，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起要3%，按照公式来算，明年基本工资有机会起4.8%。伫最近新建案的工期平均拢久长3年到3年半，真侪营业业者讲，除了建材成本起真侪，主要也是欠工，薪水开更较悬，也找无人。目前政策呢，这个外劳是不能够来进入所谓的私人的这种建商的这个工作。那刚毕业的这个新鲜人，这个比较担心这种这个户外工作的一个环境营造业的一个这个缺工的这个状况是这个雪上加霜的。这么拄到大欠工的时代，根据人力银行的业者统计，今年7月总共开出102万4000件课，创历史新高。其中上欠工的三大产业包括资讯科技业、民生服务业，一个营建不动产业。大概4万、4万吧。央储的工作比较累啊，他们有在争，但是没有争到合适的。是我随时都要支援其他那个部门。产业若是拄到人力无够的情形，明年可能也有人事成本增加的压力。劳动部伫9月初一要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那由所有的委员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的数据等等来做讨论。CPI 向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做考量。根据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3.76%，CPI 年增率差不多是2.92%。那按照公式计算 ，CPI 年增率逐渐反映，2023年的基本工资起码可能会到4.8%。我们希望明年的基本工资的调整的话，能够一次到位，调整到28000块，达到11%。劳工团体认为，年底一个搞合约大选，明年基本工资起码是袂伤低。不过，产业界正低调的讲，下半年经济无这么乐观，企业会以较少请人起价，甲压力转予消费者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4年办一届的世界音乐大赛，顶一日伫荷兰举办。咱台湾有一队是由建国中学，也有8一女学校这学生组成的建中乐器联队，有摕到最高级家族表演赛的第3名。比赛表演总共有9分外钟，规场有70外个队形变化爱记。这学生囡仔逐工拢拍日练习12点钟，有影是无简单，嘛真熬。真有气势音乐声配合流畅的走位，甲技术真悬的人旗抛枪，精彩演出，予人看甲是目睭袂连长。成立40年的建中乐器队，过去伫国际比赛当中，已经真侪摆得到前3名的成绩。即摆由建中甲毕业学长，还未去读册的学弟，也个8一女经卫定学校所组成的建中乐器联队。要去荷兰登场的世界音乐比赛，以92.23分的成绩，得到上冠级别的家族表演第3名。国外那些队伍，他们的乐器的乐龄其实都比较久一点，相对我们其实有一半的成员都是初学者，所以我其实对于他们能够有这个表现，已经非常的满意了。为出国比赛，团队成员利用上课以外时间练习，搁伫出国进前，为7月初10开始，规划2礼拜替人训练。逐工早起8点开始训练，12点钟继续伫低温的天气练习。过程当中有不少人喙去烫伤，脚底起水泡，甚至掉沙。平常的团练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过程中大部分都是站在太阳底下的，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受伤或者中暑的情形。像我自己也有中暑过1次。在用道具做动作的过程中，就是会有抛接的动作，然后就比较容易打到手或是其他中暑的状况。必须将这些速度可能
牢记在脑中。可能有些人甚至需要跪在那个已经被太阳烤得非常烫的地板上面。74个成员将食苦当作食补，消化音乐队形合奏等各种的内容建设练习，最后徛起国际舞台带来精彩表现。不止为家己为学校成功，也搁一摆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澳洲今年热天高温烧热，并对小影热流天气热翕翕。若食冰啉凉水，上该透心凉。虽网关不了起钱变薄，严格民众嘛是真感慨。亲像即马意大利甲英国的冰淇淋，就真抢市，业者的生意拢下叫。这年热的天气，无论是行伫街路，也是伫喷水池边啊清凉的民众，每一个人拢拿一支冰淇淋。澳洲热浪冠军推升冰淇淋的买气，加上无观光限制，互真侪卖冰的店是真闹热。Apricot sorbet, and it tastes like a real apricot. It's really, really delicious, and it's very good for these very hot summer days in Rome. 全球10万间手工冰淇淋店有超过1/3伫意大利，每一间制作商拢有家己研发的创意配方。其中有名的手工冰淇淋品牌卡利比加尼，伫1946年就开始生产制作2管冰淇淋的机器，搁伫2003年伫意大利的波隆纳开冰淇淋大学，教来自全球各地学生制作手工冰淇淋传统手艺，互学生将生活甲对冰淇淋的热情，创造出无同款口味的风格。Each artisan gelato maker, they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by their recipe creation, the use of ingredients, the way they serve the gelato, and how they communicate their gelato. 过去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冲击经济和冰淇淋市场需求落20%。如今，甲疫情强峻的时代之下，重新展开手工冰淇淋的事业。虽然一开始拄到原料不价欠悬，不过这么热的天气也互消费族群增加真紧，互冰淇淋搁正做热天热销的产品。除了意大利、英国也因为冠军出现冰淇淋入卖条，也有有名的服装品牌伫伦敦推出冰淇淋概念店。甲无共款的物件，亲像卡马豆酱、豆油这业者结合，改变冰淇淋是甜的概念，研发出真济酸的、咸的、咸的冰淇淋口味，真受欢迎。We actually sold out of 6 weeks worth of ice cream in 4 days. So we've been really, really popular, really positive reaction from the public. Lots of people coming in, returning as well every single day to try 2 flavours a day, let's say. So we've got our own regulars, which is really lovely. 这冰淇淋不只用单独卖，也用掺无共款的风味，因为拢是手工做的，爱伫现场等。虽然手工制作是真贵，一球都要118块的新台票，或者是一盒500毫升的商品，都要366块新台票。因为口味真神奇，互店头来买人依然是客家10桶桶。公司新闻，但是董平晓。同款真抢市，不过这是一款游戏。这款游戏会使互耍的人变做一只流浪猫，伫街路面对挑战过关，想办法活落来求生存。这个电动游戏一推出，就引起话题，嘛互更较侪人开始咧关心流浪猫，但募款拢有对咧增加。猫行过巷仔，藏伫机器人骹边，就算伫虚拟世界，依然用近代眼光观察街路每一个所在的动静。龙鸟电玩游戏幕后的开发者拢是爱鸟人，因根据一只叫做莫塔花的感觉色鸟做主角原型。游戏设计师原本就对鸟仔真了解，家己厝内底鸟仔行为模式，拢总加做游戏内底元素。龙鸟因讲是鸟仔的模拟器，耍的人化身做甲主人失散的流浪鸟仔，伫险恶的都会街路，善用鸟的本能甲智慧，克服柴混环境当中的定难关，努力生存落去。龙猫透过模组开发，发行迄一天，就伫游戏串流平台一名浏览次数排名第4，希望增强游戏功能人愈来愈多。救援放杀动物的美洲动物联盟乐见这带来效应，因为能带动外界对流浪动物的关心。
即正因为数日野火乌烟受伤的乌鸟，情绪正不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兽医研究团队意外发现，鸟仔若数日野火乌烟或者是被烫伤，体内血小板凝血功能无正常，就是讲这鸟发生血甲塌掉的几率比原本就得到心脏病鸟仔较悬。In disease states, such as wildfire, smoke inhalation, and injury, these platelets become overactive. It actually is associated with these blood clots formation. 日联络团队伫这鸟仔血液样本内底发现一种叫做花生四烯酸的分子结构，是造成血小板伤过活动，才会产生血甲塌掉的。研究人员发现，用阿司匹林会减少鸟仔血甲塌掉的降低死亡率。气候变迁造成野火增加，野火灾情正做常态，动物一定也会对你受影响。佫较需要相关的研究甲治疗指引。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关心环境，气候反常这个危机即嘛愈来愈严重。其实只要食在地、食着时，就会当减碳。所以，伫英国的布里斯托有一间餐厅，对7月份开始，因伫菜单顶端增加料理的碳卡价。意思就是讲，这项食材对生产到食饭桌顶所说，会产生偌济温室气体，互消费者伫点菜的时，嘛当替地球减碳付出家己的力量。餐厅内面，消费者看菜单点菜，点好了，灶骹开始料理，煮好了，一盘一盘好食的料理就会捧出来。真侪人客伫咧等上菜时阵，会哪看菜单哪开讲，伫菜单顶头拢有标示碳卡量。It wouldn't necessarily change how I ordered, bu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because I think it would strike up conversation when you're ordering, like on over your table, which might then change your decisions when you're going shopping in the future. 这是英国布里斯托一间餐厅，自7月开始，伫咧菜单顶头放料理碳卡量的提示，也是第一间甲英国素食主义咨询机构 Viva 合作，提供碳卡量菜单的餐厅。所谓的碳卡量就是个人、事件、组织、服务或者是产品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当计算人类活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款的影响。英国政府统计，英国人平均每年的碳卡量超过10吨，互当局设定目标，203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78%。联合国的相关专家捌伫咧4月时阵讲，莫食肉，改食素，时常会当有效减少个人饮食的碳卡量。就像真正牛排汉堡，伊的碳卡量是素肉代替品的10倍。因为服务业发达，需要正快所在，造成会当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减少，而且动物排泄物排出来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还更加严重，所以伫咧扫碳卡量菜单，严哥也有无同的看法。When I go out to eat, I just want to enjoy it.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calories. I don't want to necessarily know the carbon footprint. However, looking at the beef burger is quite碳卡量的计算包括食品自原料收成、加工、包装到运输的过程。为了要了解餐厅内面料理的碳卡量，业者也会将食谱加原料的清单交予专业的公司来计算。而且为了要减少碳卡量，会尽量减少使用外地买的食材。素食主义咨询机构 Viva 也希望以后所有的餐厅拢能用这种菜单，大家做伙为减碳尽一份心力。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